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离明年正月10日总统入围选举也剩80几天哦，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咧开始请假哦，讲是要伫全台湾听民众的这个意见，嘛要求蔡总统莫用国家资源来拍选战哦。针对两岸的关系哦，关公3月拄着中国因素，所以变寒冬，直直送出议题哦，要来和蔡总统正面来对决。尤其过去的蔡政府哦，这个修订劳基法一修这个部分哦，引起着劳资双方可能有较不满的这个所在。韩国瑜讲哦，那选调了后，要废除一修等等这问题啊，拢引发着讨论。另外咧，虽然蔡总统民调领先哦，面对国内外挑战也真济，韩国瑜民调低，要来拼高低换新，两党相战要安怎来拍哦？今日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邀请乡亲好朋友做回来对话。这位咱邀请四位来宾做来对位，第一位是咱民进党立委吴秉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是咱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第三位是咱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友谈，大家好。第四位是咱台经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高仁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到底哦，这个韩国瑜这个总统参选人哦，高雄市长啦吼，现主席是请假这个状态。这个蔡总统爱对着伊骹步来请假无？咱先来请咱的吴秉瑞立委啦吼，来讲看卖，到底蔡总统爱请无？咱看到今日全序部啦吼，伊嘛回应讲总统请假是无这个案例啦。咱把总统选出来以后，总统伊就要负责规个台湾整体行政大权的任务，包括国家安全嘛，拢包括咧在内，搁三军统帅。你想看卖这种的任务是无分时间的呢？国家的紧急的事件等等各项的事务，一天24点钟拢直直来。咱选总统是要叫伊承担这个责任。伊若去请假3个月，这3个月台湾发生的代志，放空啥？伊敢需要负责任。这是我是感觉讲，这个要求无妥当啦。第二就是讲，你看历来咱台湾也毋是讲第一届选总统，过去那现任的总统咧竞选连任的，包括李登辉。包括陈水扁，包括马英九，无人请假，因为要选总统来请假来参选啦吼。所以我感觉讲，韩国瑜伊今仔日去用批评，所以伊去高雄市政一团乱嘛，议会也咧得暗砍咧得保护，免要得质询的这个议员就搁爱抽口啊，议会较紧互伊请假，伊就是要避免讲伫高雄市市政做了无好，去用批判。伊即马搁真需要时间去走，所以伊要请假，伊请假。但是伊请假，选民袂当满意的一个介大原因就是，伊是第一个担做市长8个月。过去有市长参选总统、副总统的啦吼，但是人拢是第2任，也是讲做过2年以后，伊较开始来选举时请假。第一届伫台湾拄着讲市长担做8个月，咱台湾人讲食无三把硬菜，即马伊要选。总统是要请假3个月，他没讲伊要请假3个月，伊就请。伊请了，伊到底伊这个请假适当无？这互选民去判断。是。但是毋是讲我要参选，因为我不得已才会考虑之下，我要请假3个月，我就叫对手嘛爱请假3个月，因为大家负担的责任甲工课无共款。是。当然，伊用一个足水的讲法伫头前，我目的就是讲莫用国家资源。其实。本来选举就袂上好是莫用国家资源啦吼。当然过去有人咧选市长，也是咧选市长连任的时阵，难免这拢会去用批评讲你都掌握行政机关，所以你加减这方面占优势，你敢是有使用到这个行政资源？常常听到人安尼讲。但是本来伫制度顶端，咱就希望合理，唔好去使用国家资源。是。尤其袂当叫公务员卖中立。所以。叫这个情形之下，这个前提无人反对哦。今仔日毋是讲民进党的支持者讲，也是讲阮的看法是讲总统免请假，毋是讲伊无请假就爱去用这个行政资源、国家资源，毋是这个意思。但是你韩国如要请假，你请假以后，你面对选民的质疑甲批判，你毋是倒边头来讲，你我的对手总统嘛爱请假，总统请假这3个月台湾发生的代志，到底是啥物人爱负责任？所以我是感觉讲，韩国瑜伊。一项物件做搞的，就是讲，伊常常用
唔对的物件，啊，甲一个大前提斗阵，啊，袂输伊就做有正当性的吼。啊，这有当时你若得想较斟酌的，你发觉讲，这伊这个讲法有伊这个空啊旁的所在，啊有伊无实际的所在。是。啊，这我是想讲，互咱的选民来去看，来去判断。所以这到底是连任优势，还是讲利用这个国家资源吼？其实咱会使搁好好来讨论，咱先请到明显啦吼。是。这回咱看到这个韩国瑜这个参选人啦吼，讲要这个全台湾行较好，来听这个民众这个意见，这个方向是对的啦吼。倾听这个民意的这个所在啦吼。但是咱要回过头来问讲，啊，若是反倒转来，啊，请这个总统啦吼。蔡英文总统，伊本底就是要连任啊，但是佫叫伊来请假，安尼敢有适当？我是认为啦，因为我过去也做记者，我做民代进前我做记者，我是认为总统无请假的问题啦，这全世界拢共款啦。评论议迄个立委讲的部分是对的啦，因为你不管美国共款其他的迄个民主先进的国家，总统若要连任无请假的问题啦。啊，过我讲的一个重点是讲行政中立的问题嘛，就讲你总统来走你选举的行程，也是咧走党务的行程的事。比如讲，伊若坐高铁，啊，你也有特勤维安的事，迄要安怎处理？也是讲你坐空军1号的事要安怎处理？像过去马总统是安尼啦，伊也伊党务的行程，也是走选举的行程。伊比如说伊落架替迄个阮家己的党的人去挂牌啊，也是徛台，迄是选举的行程。啊，伊就坐空军1号，迄油钱就是家己贴，是，啊，无就用党部的钱来贴安尼。啊，切得开啦！啊，这是因为吼，那总统大选，那登记变正式的候选人以后，安尼迄个国安的迄个特勤的入去，迄无问题，迄就是迄个国家的资源去保护，迄是照选罢法来规定的。啊，现主是你11月中还未正式登记的时，即马是一个执政党，一个在野党，阮是要求的，就讲行政中立爱做好够啦。你像韩国有昨咧行屏东嘛？伊当然有一寡迄个甲迄个地方的迄个座谈的行程，啊有的是拜庙的行程，啊像蔡总统还去中华，伊若有庙的行程嘛，去拜2间庙嘛。你讲拜庙是迄个是公务行程，还是选举的行程？其实迄有一个灰色地带啦。你讲迄国家的行程，迄公务的行程讲会过，啊你若讲伊若是要选举的行程也是讲会过啦，所以我是讲片面济，因为过去马总统做总统的时，民进党也是安尼批评的啦。所以我感觉这种是讲讨论讲蔡总统要请假无请假，这毋是重点啦。重点是讲你安怎像委员讲的，就是讲行政中立这爱落实啦，这重要的。啊，第二个是讲有请假无请假，对一个迄个市长总统来讲。你的迄个政治责任拢共款的啦。总统你是对全台湾的人啊，你若讲你即马有请假无请假不管啦，即马发生啥物代志，你总统拢概括承受嘛。对市长也共款啊，你讲虽然即马请假，你高雄市发生啥物代志，即马是叶匡时代理无毋对。啊，你若讲发生啥物代志，你迄个市长敢免责任共款嘛？责任也是算伫个头顶啦，所以伊即马虽然是用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去行全台湾，啊，毋过高雄市啦发生啥物大代志，啊，你讲啥物天灾人祸，啊，你讲风台过来，啊，搁做水灾，迄人迄笑袂算伫叶匡时，绝对算伫韩国瑜身躯顶啦，所以我感觉政治责任概括承受啦，啊，最后是安尼啦，所以选举是比政策比逐个迄个施政能力啦，所以我感觉免啊批评迄，阮有诶迄个阮诶。民代哦，有寡市员讲的讲啊，蔡总统爱请假，我们无一定讲的，迄无一定对啦。有当时也是讲啊小可走精英，我承认迄是事实。啊，毋过伊要讲的重点是讲，你行政中立爱做好到是安尼啦。因为你不管怎讲，在野党甲执政党比起来，阮资源会较少嘛。啊，所以讲要安怎拍一个公平竞争的比赛，一个选举80几天，阮民调也是迄个即马是落后差不多要到10%左右，这也是事实啦。所以对阮来讲，这是一个。较无公平的战争啦，啊，所以阮即马是要求讲行政中立这要做好够安尼。是啦，行政中立做好够。咱来看讲，其实哦，这个咱头拄嘛讲到，请假3个月要开始代表这个国民党来参选啦吼，要甲这个基层民众徛做伙啦，因为这个请假是互攻击啦。咱来看讲韩国瑜是安怎讲的，咱做伙来看。请假拼大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听地方心声的第一站，选择到台湾同南边的高兰片参拜当地土地公庙，地方嘛准备包啊甲肉粽，祝伊一定当选。作为2020年竞选的第1个行程，意义重大，代表
我们韩国瑜及团队所走的路线，完全是基层庶民的路线。公调安尼安排的是甲民众徛做伙，嘛希望透过家己的行程，帮肯定有关观光因素。因此，伊嘛安排观光座谈，听地方的心声。有业者话，希望大陆客来。我们要入客，对不对？我们要入客，对不对？南台湾将近有600-700万的人，600-700万的人到现在没有一个国际机场，现代化的国际机场还没有，这简直在开玩笑。对家己请假洪批评，伊认为总统蔡英文嘛应该请假，完全在平等的状态之下进行一场君子之争，所以我建议他请假。事实上，他每天也在跑选举，虽然是身为总统，他主要的重心全部在选举。强调请假是要听民众的心声，敢若是屏东韩国瑜的排3天行程，希望就此找到对地方发展有帮助的政策。记者王家聪、郭建准屏东报道。到底这个韩国瑜哦，这个总统参选人，伊讲的这个君主之争，要安怎来进行？咱阁继续来请教咱的教授啦吼。这个君主之争，伊讲这个咱头段嘛讲到，这个连任优势甲这个行政中立啦吼，是其实咱要打好这个分界要打好清楚啦吼。啊，蔡总统要安怎去进行？啊，讲啊，这个咱要安怎去回应这个韩国瑜参选人伊所讲的这个话？好，我是感觉头拄咱立委甲议员嘛，拢讲啊袂歹啦吼。咱议员嘛讲做，其实毋免讲到讲叫总统都爱请假啦吼。我嘛感觉这是其实若要求一定要请假，其实无用奇妙啦，因为全世界无这个例啦。现今的吼，有伊的这个优势，嘛有伊的包袱啦。这全世界拢共款啦，吼。要求这个。行政中立，我嘛感觉讲得真好啦哈，因为这个资源吼，咱台湾早期咱拢知影国民党党产造成真大的不公平嘛，即马国民党党产嘛较有在处理，即马现任的总统吼，伊莫用这个动用国家的这个力量来选举，这嘛是真重要的这个部分啦。这部分来讲吼，我是我做一个学者，我是贵安尼来看啦哈。咱自由自家吼，是全世界伫测验全世界国家吼，这自由的这个程度啦。是。咱1996年以后，到即摆拢是自由国家啦。但是咧，2016蔡总统开始执政以后吼，2017咱91分啦。2018加201993分啦。这个93分比美国甲法国较悬咧。伊这个测验的来看世界各国的这个自由这个程度吼，上较重要有两个部分嘛，一个就是这个叫做政治权利，一个叫公民自由嘛。政治权利来部分就上较重要的就是讲做这个国家总统甲立法委员，讲这个国家统治者甲伊的议员是不是公平甲自由的选举产生的啦？公民自由内底吼，最重要就是这个媒体自由。保障这个选举的公平啦，所以这点来看，我是感觉咱台湾当然会用尽量都大家来互相来监督啦哈。我是感觉嘛免惊讲做进入党吼，会有他会安尼乱来啦，因为即马媒体嘛遮济嘛，若有啥物部分嘛应该监督嘛，全世界嘛拢来看台湾的选举，大家嘛来看台湾这选举到底是安怎嘛，所以我是感觉免太烦恼啦。这个韩国瑜伊请假。这部分我真同意咱吴委员讲的啦。这个现任市长来挑战，这是无啥要紧啦。讲到过，不管阿扁啊，还是马英九，拢是做过台北市长做总统的嘛。但迄当阵伊毋是现任啦哈。现任要来挑战请假，这嘛用先了解啦。但是做8个月就要来挑战这部分吼，全世界甲台湾来讲是较互人会烦恼，就讲伊无政绩啊，伊毋知做了好歹啊，都自旧年当选到即马拢要咧选举，市长都无好做，即马要请假，这方面吼，我看都留互全国的选民，选总就是留互全国选民来判断。
啊，这个高雄市都然后高雄市民来判断，因为因到时阵罢免，罢免其实吼全世界罢免真少成功的啦。嘛，伊讲伊即摆安尼舞落吼，啊若罢免成功吼，咱台湾靠都创一个奇迹啦，就是这现今的吼罢免成功啦。所以我感觉这代志吼，法律若无规定讲袂使请假，请假黄国昌已经嘛讲话，伊讲要改法律，若要法律还袂定以前。无法律的问题嘛吼，3个月嘛以前嘛有可能嘛有人安尼做啦。本来我想讲说，应该若要请假是有登记以后，才算来请假较拄好啦。那反正咱法律就讲，若无讲袂使，你就要使嘛。安尼法律法度处理，但是政治法度处理嘛。政治就是讲选民家己会感觉你是安怎嘛。我的看法是安尼啦。是啦，交互这个选民去做最后这个决定啦吼。咱来看种过去啦，这个首长啦吼。代职参选的这请假情形，咱来看第6张图啦吼。伫咧1999年的时阵哦，迄当阵是桃园县长哦，这个吕秀莲哦，伊请假3个月，要投入这个过当年的这个总统大选啊，要做这个副总统的参选人。2014年的时阵是这个高雄市长陈菊哦，伊嘛伫选前半个月，这个并连任来请假。2015年呢是迄当阵这个新北市长朱立伦哦，请假3个月投入过当年的这个总统大选。今年是这个高雄市长韩国瑜请假3个月投明年正月11日这总统大选啊，其实过去哦，这个新北市长朱立伦伊就讲过哦，伊是第2任的时阵，讲伊这年假有这个60外天哦，伊再来做参选，伊已经有这个第2任过去这个行政的这个经验啦吼，过去嘛有累积这个假，当阵嘛投入到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这个参选的这个部分。咱来看讲哦，咱头拄嘛有讲到，这教授讲到这个黄国昌啦吼，伊有做一寡要限主席这个法律的规定啦吼，尾也甲这个代职参选，伊所谓的批评。咱来看讲现主席的这个法律规定是啥物啦吼？总统、副总统选罢法甲这个地方制度法啦吼，无禁止代职请假参选啦吼。所以若无禁止，就是咱头拄讲到选民为主啦吼。明年正月10日，就来看讲到底民众。这个选民是安怎看讲？这个代职参选是对这个韩国瑜总统参选人有好的有有利还是无有利啦？吼，咱看时代力量黄国昌立委对韩国瑜代职参选的这批评啦，大概有4点。伊讲咧，这个职务登档的时阵吼，应该爱来细节啦吼，这是政治上伦理的基本要求。去年咧高雄市民投互这个韩国瑜这个市长啦吼，是望讲韩国瑜会当来履行伊高雄市长的这个责任。第3点咧，伊是讲韩市长咯继续领这个高雄市长的这个薪水啦，毋是政治人物应该有的这个表现。伊讲毋是针对韩国瑜尔吼，一体适用的这个原则，爱互所有代职参选的这个政治人物嘛。咱好来想讲，这个其实来咱台湾啦吼，2年就选一届，2年就选一届，有的人议员选了，搁选立委啦吼，这代职参选到底有合理也无合理？咱等下好来搁讨论。咱先搁回头来看讲吼，蔡韩对决。这个上新的这个民调到底是安怎啦吼？蔡总统已经是10几礼拜，那是以这个苹果所做这个民调已经领先10几礼拜，但是韩国瑜咧，这个民调嘛讲吼，伊可能伫这个民调输的这个部分，这个高低翻新啦，到底是安那上新的民调？咱来看到这个苹果遮啦吼，41.5，这是韩国瑜市长啦吼。总统参选人，伊若是代职参选，输这个蔡英文总统啦吼，16.4%，无表态也是占着33.4%啦吼，这无表态这个部分嘛是占一个多数。咱继续来看讲，韩国瑜若是市长吼，输这个蔡英文总统13.1%啦。咱要来看这个民调，咱先请立委。我想民调吼，拢是提供互大家参考啦吼。尤其就是讲，你民调会讲一寡故事嘛。韩国瑜的民调一开始，当然迄是甲去年的政治情绪有关系。一开始3月时是领先的啊，是卢伟秋甲初选完以后撤落来，撤落来以后，伊甲即摆他就愈来愈看起来啦。以即个苹果的即个民调来看，是愈来愈高低吼。伊当然即摆讲伊，当然伊要请假参选以后，伊就认为讲伊的民调会当扭起来。咱就观察，因为伊讲的这个代志还袂到吼。比如讲，有重要的幕僚讲10月以后，10月底伊就有信心会拍平，以后伊就领先啦。其实即摆20月底嘛，拄啊，敢若剩2礼拜尔，咱就看伊真正的表现嘛吼。我感觉讲民调的赢甲输中间有真侪变数甲因素伫咧中间，这毋是用画的啦，毋是讲我当时民调要偌济我就偌济，敢若安尼就简单啊咧。我想这就是爱看你的表现。即摆即个经济
我头拄仔讲着，若以我咧观察韩国瑜即个候选人，伊是一个真厉害所在，就是讲，伊可能会发一句，大家拢感觉讲这是对的口号，但是要安怎做，大家毋知影。我举一个例，伊去年高雄市长咧选举，伊讲就是要豁出去，人进来吼，高雄发大财。啊，伊无同咱讲要安怎发大财啊，伊无同咱讲货要安怎出去，人要安怎入来啊。是。哦，像你头拄仔讲的，伊讲啊，什物南台湾600-700万人无一个国际机场，其实高雄的小港机场哦，国际班机拢会当降落嘛。啊，伊高雄市长呢，啊去屏东话讲。啊，南台湾无国际机场，可能伊国际机场的标准甲世界国际机场的标准是无共款。吼，咱毋知伊所有国际机场的标准是啥，啊，伊拢会画一寡，听起来讲，我若听着感觉讲，这真鲜啦吼，以前无人讲过，啊，真趣味。啊，有当时画就无准算，譬如讲，伊讲选市长的时候讲啊，这个太平岛伊的户口是高雄市管的，啊，咱将来开发太平岛乌石油，老少人讲太平岛无石油，讲无是附近的海，啊会当来开国际标，招国际投资者来投资高雄，安尼高雄的负债马上就解决。到尾啊，直直去用质疑，甚至连中油就出来讲，阮都有试过，啊，拢总找无即个油田、油气，伊怎改口讲？啊，我当时有讲即个证件，我当时有白纸黑字，所以我是讲，因为伊遮的事件的发展，那台湾人若准了有即个。啊，对伊咧讲啥，啊，伊要做啥，有了有记忆的，慢慢啊发觉讲，啊，伊工作多，但是做的较少，会当实现的无多。哦，比如讲，伊讲爱情摩天轮啦，吼，啊，讲高雄要跑马啦，吼，啊，要赛车啦，吼，啊，最后发觉讲啊，都无影。啊，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讲，伊除非去破解这点，啊，无时间愈久，煞愈闹开啦。你若阵讲，今仔日你高雄市长做8个月，你过去你选市长的时阵，证件你已经无可能马上拢完全兑现，因为市长是4年的，啊，甚至你是讲我是规划8年的，但是你若有初步的成绩，啊，而且这个成绩，互有一个印象感觉会对，相信你的人可能会较侪。但是你若开的证件拢无兑现，甚至即马开始咧回讲，无我无讲这，啊，结果足侪人拢找影片讲，啊，你著明明有讲过。你若常常咧用闹开吼，啊，久以后，大家当作笑话。即马韩国瑜离少年人民调的遮尔正规，需要是少年人要支持伊。啊，少年人要支持伊，对倒开始呢？对伊开始要去打遐学生囡仔颁讲即个市长奖的时阵，就开始连要10通会囡仔都闹开，都闹开到尾啊，变成讲啊，这大家都讲嘛讲啊，因为你讲的都无影，所以咱这少年人来闹开，袂是有正当性的，啊，怎会变成？慢慢演变出这个情形，所以我是感觉讲，今仔日会变成有这种情形，家己嘛爱思考，嘛爱检讨，啊，看唔对的所在要哪改变。徛伫一个台湾百姓的角度，我若先讲莫讲政党，咱嘛希望有2个好的候选人，通好来咱比较，通好咱选择，安尼竞争制造进步嘛。民主政治的原理是爱有好的竞争，甲有好的进步嘛。啊，唔好讲的拢无兑现，啊，大概直直话口号话甲足好听。啊，要落实咱台湾人讲规本机做无一汤匙，安尼时阵，莫怪我感觉伊的民调即马是即个样。是，不过讲到即个民调，其实咱咧看即个韩国瑜参选人伊咧拍即个选战的时阵，其实伊嘛有讲到，即个自旧年开始啦，就是讲民进党即个执政较可能无遐尔符合即个民意即个部分啦吼，所以即个蔡政府安怎回应民意，咱等下嘛好好请教立委，咱先请教即个明显啦吼，就是即阵咧拍即个。国民党的选战，咱头拄也嘛看到这个民调，有代志参选到这个市长啦吼，其实差无介偌济啦。但是咱要理解这个民调呢？这彭哥的民调啦吼，这差不多其他的媒体的民调10几个看下来，阮即马看起来讲，就差不多韩市长输蔡总统差不多10%左右啦。彭哥这个是差较大啦，主要是伫个中间的选民甲少年的差不多30岁以下，甚至有40岁以下，阮拢输嘛吼，即马。这2部分阮是足弱的啦吼，所以我来讲啦，照在野党来讲啊，咱若明仔载投票，阮绝对输甲添啊。啊，毋过选举阁80几工诶，是明年11月11日投票啊。民进党人讲啊，我倒哩啊赢，啊无即马民进党卖选得啊。所以选举其实阁足侪变数的啦，尤其即马选举哦千变万化。第一个最重要是讲安怎诱少年的甲中间的选民，这最重要。对阮来讲，要安怎迄个对阮讲。人国语讲的逆转胜嘛，所以最重要一代是咧看啥，
即马两党的基本盘拢足稳的嘛。你其实就照迄个伊的迄个结构来分析吼，民进党差不多民调差不多迄个蔡总统差不多42%嘛，门口的最近的3有差不多42%，其实伊的迄个天花板出来啊，伊拢无啥物变，啊，所以韩国瑜是一直落落来，啊，关键是啥？第一个代志参选有伤着啦，这绝对有伤。你讲代志参选完全无扣分吗？无可能啦，人民拢一直在攻击嘛，啊，攻击这就扣分嘛。你比如说你伫市议会迄个总结顺，你无去，迄绝对是有扣分嘛。啊！你讲，只若扣分，啊！你咧走迄个选举的是国政的迄阵，有法度加分加倒来无？这就是关键嘛。所以这就要迄个阮话政策嘛，牛肉就该杀出来嘛。拄啊，迄个评委委员咧讲的，就是讲啊，韩国有诶迄什物高雄的大机场，迄袂通。其实哦，这政策是有法度辩论的啦。高雄安尼讲，高雄即摆的旅客哦，一年差不多800万啦，啊无到800万，700几万，桃园差不多4000万嘛。啊，高雄为什么输伫迄队？伊的机场的跑道无够长啊。伊无法度停迄个载满的迄个747无法度停，无够长嘛，挡袂落来。啊，第二暗时有宵禁，这当然是限制啦。啊，你交通部要安怎改制？要安怎啊？迄个松绑，这其实拢会用讨论的嘛。你讲要起另外起一个较大的机场，过去有人讲过，啊是讲你即马迄个小港机场看有啥物方式无？啊有法度迄个搁第二个跑道搁出来无？所以我讲这拢会用讨论的政策啊，比如说，所以迄个韩国瑜伊抛出来讲，要甲蔡总统讲迄个。两化的辩论嘛，像我咧讲的啊，100的招收清单明年到期啊，招收清单是安尼啦，讲你出去吼卖物件出去，迄税会较轻，迄差不多2000块1年到2018年，迄个算落来安尼税哦，差不多扣起来哦，是规迄个差不多600-700万啊，我数字也无记，差不多700亿啦，700亿台票啦，啊，即马是100啦，招收清单无啊，这要安怎？这敢免辩论？我感觉这会讲的啊，就是讲这个政策，你比如说甲内政迄个内政的一例一休，这拢会用讨论得的啊。所以感觉这那民进党当然蔡总统即马民调是赢足济无毋对，啊不过即马来赢，啊去年县市顶选举同款啊，内政的部分还是会输嘛。所以对民进党来讲，内政的部分全部落实拢假案啊嘛。所以未来是安尼啦，即马两军哦算拄啊围徛掉的。还未正式讲啊，两军队还未开始修正的啦，所以未来选举开始咧战的时，开始咧拼的时，变数搁较济啦。所以民调看，地方看来，中间的这个30%要安怎救是关键。啊，这边若倒过来，阮就有机会逆转胜。啊，当然这边的啦，无走无过来，选举对我来讲就较艰苦啦。是啦，所以这个经济部分是选民较要求的，然后咱佫继续来请教咱的这个。咱的主任啦吼，经济这个部分要咱看这两个这个候选人的，因为这个过去啦吼，这个蔡总统3党来吼，这个国民党也是讲拿赢的人来批评讲，这个实政的部分，这可能这个经济这块啦吼是较弱的。不过咱这个蔡总统伊嘛是伫过去这个可能伫美中贸易战来嘛碰出侪这个物件吼，这个大商回流，你安怎看这两个候选人？是啊，咱来看吼，就是讲过去几年的经济来看。是比差不多马总统你执政的时阵有较好啦。啊，真侪人讲这可能运气，但是我感觉讲执政咱可能袂使讲运气的代志吼。因为一来，美国甲中国这贸易战的关系吼，所以真侪大商甚至毋是干那大商了，日商、韩商啊甲美商，真侪厂商要为中国来撤退出来。是啊。真侪大商嘛有思考讲，是不是长期来看，吼，长期来看，你中国制造这块可能无甲较趁钱，所以嘛有思考讲两条路，一条是转来台湾，吼，转来台湾第一，你爱升级、爱升级、爱转型、爱做更较侪附加价值的这个产品。第二条路就是新南向，吼，为越南，吼，为印尼，吼，迄边过去，吼，所以。安尼拢总讲来讲的话，大家拢讲，当初蔡总统你执行新南向政策的时阵，大家拢无看好嘛。即马你才看出来讲，奇怪，当初蔡总统那有迄个先见之明，已经看讲中国甲美国会出问题哦。是哦，所以对这几年的出口来讲的嘛，是拢正成长哦啊。差不多最近你会使看出来，拢有大商画出来讲要转来，吼，这经济部的统计数字来看起来，有差不多要5-6千亿，吼，5-6千亿。啊，这5-6千亿是挂牌你等，吼，啊，真正转来投资的渐渐，你会更较
搁较小起来。啊，尤其咱来看讲你中南部的这工业区，工业区这拢足侪厂商拢转来订，所以IMF 差不多昨发布讲全世界的经济敢若咧退烧，咧退烧，但是为咱经济安尼看起来所以全世界咧退烧，反而是咱台湾、越南、东南亚这带，可能会小可得利为美中贸易战才成果。是，所以咱会看会出来讲，即摆执行团队是真用心咧做啦，你真用心咧做。另外一边就是讲，咱讲韩国有候选人伊的经济政策到底是啥？咱拄好看到讲一例一休那一例一休其实你赖清德赖院长的时阵已经有小可去甲修改过，改讲可能伊执行的时阵会较好来执行你要完全甲废除完全甲废除伊的。退路是到底是安怎？伊必须要讲出来，就拄啊吴委员你讲，你用画一个口号但是要安怎执行真正爱甲人交代咱拄啊讨论过迄机场的问题，其实阮哩陈局市长你执政的时阵，你高雄开过差不多几啊摆的会差不多2个月就开一届甲小港机场的主任甲当地即个航空公司来开会，讲是毋是？高雄的机场会使拓宽会使修改所以这个问题讨论足济结论是讲，以现任的这个机场来修改，可能会较有利啦。你要起一个国际大机场，第一选地就是一个问题啊啦第二你要起10年还是20年才好？等你起好的时阵，已经缓不济急啊！所以咱讲的经济来看的话，我是感觉讲，至少就是甲即摆2党的候选人，应该是端出牛肉的时阵啦。是，不过咱个回过头来看其实咱韩国瑜这个参选人，伊自这个昨开始啦这个倾听民意这个之路开始，伊讲昨要画这个废除这个一例一休啦搁有要废除这个。高铁南延这个部分啦咱继续来请教教授啦要安怎去看讲蔡总统可能即阵有的这个政策可能韩国瑜参选人调要甲反过这妹妹角角中间咱要来去看这安尼啦反对党绝对一定是去找空找胖来反对啦，这一定是选举的正常嘛这个头拄啊，咱吴委嘛讲嘛，来讲做这个韩国瑜拢画出来以后，后壁就要安怎拢无听伊进一步的规划。头拄啊，咱主任嘛讲这个一例一休若甲废掉，咱唔知是要安怎改较好。这是其实这是真复杂的问题啦我是嘛开安尼来看啦，我感觉这个韩国瑜伫咱台湾的选举历史内底国民党即届提名，即届8个月市长，到即摆才8、9个月尔，就甲明年才1年空的，1年空的市长的任期，就要选总统这点来讲，全世界嘛较少啦。伫台湾来讲，就造成一个困扰啦。这个困扰就是讲做咱即摆有一个学术在讨论来讲，有一个叫做民粹啦。民粹咱讲这个。川普嘛共款嘛，美国的总统嘛共款嘛，伊当初大家拢看无感觉有可能选掉嘛，选掉以后，伊做的代志，就变做大家来考验讲，伊到底要拄互伊支持也不要支持嘛。咱市长，咱这个韩市长就是选掉以后，拢还咧选举，这个无出来变做讲做这个民粹，这个巴肚好变做一个政治类，这个民粹就退休啊。所以这个学术界大家咧讲台湾民粹现象上介大的是韩市长呢。但是这个大家在注意讲这个民粹是毋是伊开始退休啊？这部分我是感觉这个韩市长要选总统的时阵，一定要针对这点提出真正的，然后你批评以后，你有啥物较好的部分一定要讲清楚。我嘛真赞成讲咱议员讲的。
这个民调拢是无法度好做最后的决定啦，因为选举才是最后一翻两瞪眼嘛。啊，所以这点来讲吼，我嘛是真赞成啦，吼。咱过来看，咱过来其实看讲吼，其实伊这个韩国瑜的这个前头家啦吼，台北市长关文哲，伊嘛有对着这个代志参选啦。伊过去大家嘛咧又讲哎，关文哲市长是毋是来参选这个总统？伊尾也无嘛吼。所以伊昨嘛有讲一寡话，咱先来听看嘛，伊安怎讲的，咱做回来听。放假我是很羡慕的，我每天7点半，他要坐在这里开会，要逼高雄那一帮人来，那这个大会照例。大概这3个月就停摆了。坦白讲，朱立伦一开始也不是很想选，他也是被搞到换柱。有时候，坦白讲哦，这些都不是正常国家该有的现象。到底什么是应该正常国家爱有的这个现象啦？咱继续过来讨论一下。因为过去啦吼，咱今日看到今日《中国时报》这个评论内底嘛，有写到这个国民党内底内部的这个争议是啥物？可能是吴主席、吴主席啊，有是这个无的这个有啦吼。咱继续先到这个明显啦吼。要安怎看这个现象？吴主席伊讲啥？伊讲第一个本早是好好叫吼，博甲输啦。吴主席是吴主席，无主席是无主席，迄两个是无共啦。我这足侪拢伫个网络，也是迄个民进党咧甲阮告诉，当然是安尼。啊，对在野党来讲，拄啊迄个教授也讲嘛，其国民党其实拢完毋是无东山，毋是东山的势力，是完全无东山，足可怜的。我旧年家己我若选议员啊。我选的我即马搁欠200几万，我的薪水即马一个月搁扣几若万去呢？你讲啊过去，我咧选议员的时阵，议员补助偌济，即马拢无选了搁欠钱，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当然国民党足侪所在会用批评的啦。你讲即马足侪，阮的迄个，阮的足侪迄个一级的主管足侪会拢有较悬，这若事实啦。啊，你讲阮迄个世代交替较慢，足侪拢有法度检讨啦。啊，你讲阮无主席嘛，我嘛。我若无主席，啊，阮总统要安怎选？阮立委要安怎选？免操盘吗？看到这个吴敦义过去伫咧受访的时阵，伊就讲到啊，我立委爱复选啦吼，所以这个韩国瑜总统才可能较无法度直接到这个斗三共这个。无，伊啊，迄个韩国瑜遮总部伊也全力斗三共。但韩国瑜韩市长希望讲吴主席去做主席，嘛做主委啦，伊也去接。因为我有问过啊，我过去做过中央党部的发言人嘛，这我有去问过啦，所以我这第一个就讲，即马第一个就是讲韩国瑜总部的副手要决定无，要找谁？啊，第二个讲不分区的部分，这两个过去来讲，伫大选来讲是会加分的部分啦。啊，第二个总部的组织要安怎裁？阮即马是安尼。选举80几天，阮确实较慢。阮即马拄着两个，就是较麻烦的，就讲拄啊，一直人咧讲代志参选的这高雄市一定议员一定继续受理的嘛。这部分要安怎讲？甲这个政治风险、政治扣分呢，甲伊减啊上少。因为过去无这个level毋对嘛。啊，为什么伊要选？第一个，阮初选的时，韩国有民调上悬嘛。所以伫阮初选内底，伊是第一名出来嘛。啊，照制度，阮就爱提名。啊，所以个业伫伊即马有市长的身份，你着阮也是爱提名嘛。啊，阮若提名，过去阮着考虑着讲代志参选的风险，这阮拢有考虑过啊啦。啊，全迄个规党着爱停嘛。啊，第二个，阮即马起步较慢，啊，所以阮即马伫咧台北市的总部，即马组织拢还未用好嘛。即马虽然阮有办公室的主任郑世伟，啊，毋过其他的人还未入去啊。你即马迄个党部是安尼啦，阮副主席迄个曾永权入去做迄个总干事。啊，所以未来注意，你若讲要真正要爱吴主席去，伊也是会做。啊，伊也像阮党部有人时会讲较迄个较会讲排资分配啦。吴主席有想讲，是毋马总统较适合？所以只要韩国瑜开喙要找谁，这些人拢会斗三共啦，包括朱立伦，这些人拢会斗三共。所以这免烦恼啦。虽然阮起步较慢，啊，问题我感觉同意我拄啊，逐个咧讲的啦，逐个先摆咧讲的。迄个政策牛肉这上重要，所以一个一个慢慢提出来。一例一休，若要迄个要废除，落来要安怎配套？啊，你高铁要蓝营无爱，啥物配套？所以今仔有提出来啊。高铁蓝营，其实我是屏东人啊。阮屏东对高铁要起落蓝营甲迄个六地厝，有的人足侪是反对的。伊比方讲啊，你规去捷运落来较紧，啊是你什么？捷运直接200线。嘿啊，啊是讲你迄个台铁你自强号的加几班，我坐过啊。阮即摆1点钟对屏东甲高雄，差不多1点钟有6班哦。迄个有当时啊尖峰的时是甲7班，啊有法度搁加无？就是讲
你嘛家人甲迄个本地有的这个资源就对啊，来用啦。台铁捷运化嘛，这我都做无，所以资源要安怎用，交通资源要安怎用，这就是政策牛肉啊。我嘛这我都讨论嘛，未来包括迄个蔡总统甲韩国瑜，那就这个政策去讨论，有法度去聚焦的是，我感觉这就是一个说服的过程嘛。这有法度就甲民调救入来。所以这个牛肉先捧出来哈，你比较要补充。我是感觉讲，明年莫别乱啦。你头拄我主持人讲的，这中国时报的社论，啊，讲是阮民进党，中国时报甲民进党的关系就上歹的啊，上远的啊，哪有可能是阮去讲的？迄是中国时报的社论的主持人讲的。有连款啊，经理会有连款。你若迄个甲阮调，毋是共款的。无啦，我即摆是讲，我是感觉讲，伊是啦，莫学白乱啦吼。啊，你像讲即个一例一休，这是一个足大的政策。过去即届第9届立法委员就是3年外前咧修的时阵。迄个时阵，国民党规个党团是反对，是要两例呢。就是讲一礼拜2天拢总是爱放假，袂当加班哦，连任何加班拢袂使哦。迄是比即摆一例一休更加无弹性。结果你看昨，伊讲韩国瑜去屏东伫小琉球坐谈，小琉球的民众就建议讲爱废一例一休。小琉球的，我相信即个。来参加坐谈会，即个民众，伊可能是感觉讲无需要放遐济假，伊弹性，因为小琉球大部分是渔民嘛。是。啊，渔民需要有一寡弹性，伊有当时啊上船，可能爱较久的时间才转来。真啊，弹性是好的哦。结果若准照国民党的做法，废掉一例一休，是爱比2例呢？迄是愈无弹性。所以我即摆意思是讲，我嘛毋知影韩国瑜伊心内咧想啥。但是作为一个总统候选人，你毋好遮尔冲动。你去参加民间的座谈会，民众这个反应安尼，迄个反应安尼，你当场就是要讨好，讲好，你讲我赞成，你讲的我照做。这若安尼落来吼，将来人讲紧快答应就慢慢后悔啦吼。你讲答应了烧凊彩，落尾就转来，发觉的拢做袂到。你若要讲我这是批评，你嘛会当我的看是安尼啦。遮尔大的政策，爱经过好好研究以后，较提出配套措施。吼，安尼我是赞成。但是你若说讲，啊，你著参加一个座谈会，啊，就一个人，起来反映安尼。其实高铁要南延到屏东的6块厝，大多数屏东人是赞成的。若准大多数屏东人无赞成，根本就无这个政策嘛。这嘛，屏东县政府甲屏东的民意代表伫反映一再的反映啦吼。啊，当然，你明言你讲无一定，啊，无来讲互各位。屏东的观众朋友听，咱屏东观众朋友嘛真济啊！啊，反对高铁南延到屏东的6块厝，啊，所以你讲用代替做区间车啊，帮厝较接的，啊，用这个捷运，本来这个政策就是多元的。苏贞昌去迄个所在发表政策嘛，毋是干那高铁南延6块厝呢，伊嘛有同一个时间嘛有发表捷运要延伸到屏东市。啊，还有其他的配套，伊嘛拢有讲。结果你即摆，你讲的煞，苏贞昌讲3地，你把其中1地切出来，讲即地恁有足侪人无赞成，要爱另外2地。其实你对伊迄天去屏东所宣布的政策，到底你有全盘了解无？我相信这应该问屏东人会较了解。资源上济，这3个拢去当然上好啊！啊，法度资源敢有遐济一个高铁落南延500几亿，迄落有迄预算的排挤无？像我是台北市的迄个议员嘛，我咧去，我咧争取内湖的部分，一个捷运的东环线，啊，甲一个民生汐止线。啊，迄个台北市长柯文哲来讲，民生汐止线无预算，迄是一个盲肠。啊，尾仔伊就无爱去啊，伊就讲东环线先去。啊，即摆伊个讲，我咧讲咧争取东环线的是，伊即摆讲交通部有要做一个迄个北宜直铁，啊，到底讲交通是要安怎用？当然去愈济当然愈好，啊，毋过你预算有法度出来无？啊，有排挤效果无？这当然我讲政策其实会用讨论的啦，毋是讲我干那看3地，干那看1地呢。我讲抛出来讲，因为我定咧安尼迄个，因为我干那定咧坐高铁落嘛，我坐到迄个高雄的时，我若坐自强号转去啊，因为我住枋寮啊，所以我有咧坐，我知啊，我是甲屏东的在地声编出来互恁听，啊，恁看咧，恁参考安尼啊，大家我感觉这是政策有法度讨论的所在啦。你若讲到他多一地哦，你的责任阁愈重大。10G 民生线毋是干那台北市需要，新北市嘛足需要，尤其新北市的10G 地区阁愈需要。这个代志已经讲偌久啊，自
郭文택做市长第一年就开始一直拜托伊讲，较紧，中央嘛要愿意补助，伊即马讲伊盲场，伊讲盲场。啊，所以就是郭文택的态度嘛，伊无啥想要去嘛，因为郭文택的伊的想法是我台北市的交通，我的这份路线已经有够啊。是。你对10指佮加剩一摆，你是好着新北市10指区的选民嘛？伊的心态是安尼啊，所以我会讲你的责任介大，就是因为你现主是台北市议员啊。你爱甲你的市长讲，这种的心态是唔对的。咱也有共同生活圈的概念，有真侪代志。台北市嘛需要新北市来斗相共啦。所以这郭文택咱会使搁开另外一集的节目来讨论。咱先对上是这个韩国瑜甲蔡英文，咱继续来看讲吼，头拄仔咱讲的政策牛肉是啥物？啊，两岸一直是这国民两党一直咧争议的这部分啊。咱看讲两岸政策重点是啥？咱蔡英文伊讲拒绝9日共识啦，一国两制伊是无要爱啦吼。啊，其实伊伫这个国庆的头顶嘛讲着中华民国毋是人，毋是历史台湾上大这个共识啦。伊维持现状，无要起无空，无要这个屈服啦，无要行这个对抗这路线。中国爱证实中华民国存在这个事实，中华民国台湾是台湾社会上大这个共识。啊，韩国儒家是支持9日共识啦，两岸拢是这个中国人吼，啊反对一国两制嘛，反对台独啦吼。两岸是无存在统一也是独立的这个条件，是这代人无权限制这后一代人的这个选择啦吼。继续，这是这个两岸政策这个讨论的这部分啊，其实。过去的几天内底，这个韩国瑜这个参选人，伊嘛有讲到要为着这个两岸政策来这个辩护啦、辩论啦吼。咱继续先到这个教授，因这个两岸政策家吼，谁会较调分，谁会较失分啦吼？我就爱讲一句话啦，若有9日共识吼，是安尼95、96有迄个飞弹，迄个危机。对台湾要写。我足早就一直批评讲，这是一个爱大家爱面对的问题啦，所以中国对台湾吼，伊根本就是我听因讲一句话啦，那用武力拍台湾，表示因统战失败啦。啊，什么叫统战成功？就是免用拍台湾，甲台湾和平统一台湾。嘿啦，所以因的迄个政策拢无改变过啦。啊，即马这个问题真简单，就是这个今年年初。习近平因这个因的各台湾同胞书，因就讲好做一国两制已经定调啊，甚至这不但定调啊，伫中国在做代时阵，这定调落去吼，伊所有系统拢在进行啊。即马对台湾拢在进行这个工作啊。所以你咧回到9日共识吼，已经无意义啊啦。所以我感觉这点来讲吼，咱蔡总统无啥可能会失分啦。吼啊我。开讲来讲安尼，我做一个学者，我爱讲，我是足注意这个2点啊。第一就讲吼，选举的重要啦。咱民主的选举吼，咱即马台湾遮个进步，就是咱要做有一个这个选举来做一个判断。你太阳花学运不管安怎差，到尾咱选举就用来解决这个社会问题。香港即马就是无选举，无法度解决问题嘛。所以咱珍惜咱的选举啦。啊，第二点来讲，这个选举过程中吼。这种都讲文叫反对党安尼相拼吼，大家看的时候，我看安尼无好，其实我看是好代志啦。因为这个好代志，什么好代志？就讲互相闹气求进步嘛。啊，伫蔡总统来讲，我也看吼，足侪人讲咱台湾已经这个政党轮替3遍啦。其实吼，咱台湾毋是总统制啦，咱是叫做双首长制的，讲咱总统甲立委这部分拢有各一半的权力嘛。所以正式的政党轮替是2016，民进党才有法度立法来改善啦。所以这几年的这个改革吼，其实做足侪代志的啦。所以这个改革的时阵，我爱讲一句，改革吼，这个韩廷顿人个学者足早来讲啊，改革是面对2面敌人咯。你较进步的人讲，啊，你看哪改革我拢无愿意；啊，较保守讲，啊，你看哪改革我拢拢反对。所以政治毋是干那讲做这个权力的腐化的，啊，都一句话，迄个吼，摕伊的财产吼，比杀因老爸较严重。所以蔡总统作为改革，就是讲包括这公教的改革，包括我的薪水、体育金嘛减，这部分一定会影响到这个判断一寡的民意。但是这长期来看吼，这个
去年这个选举都甲公投咧白做伙，都咧地方这方面，明年的选举国情这部分哦，我是感觉吼，咱台湾这个爱好啊面对讲做咱改革的这个代价，因为这3年确实改革真济，啊台湾要进步也歹，啊中国对咱台湾这大压力，咱这个社会要安怎行？我看咱全台湾的这选民，大家都好啊思考。真正的，尤其咱讲到即阵啦吼，这个下个月11月的时阵，这个亚太这个经济会啦吼，要来开始啊吼，啊总统是代表来派出这个张忠谋去参加啦吼，因为咱头先讲到这两方关系可能伫即马较这个暗的这个时阵啦吼，这个亚太经济会当看到这个习近平嘛，再看到这 Trump， 伊所代表的意义啊，派这个张忠谋去，伊所代表意义咱先到主任啦吼，台湾要怎去突破咧？以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来看的吼，伊成立是1989年，咱伫1991年加入吼，这是咱台湾唯一参与吼专权参与的国际组织，吼，所以对咱来讲是特别重要。过去你总统你执政的时阵，咱派出去的代表吼，就是总统特别代表来看的话。通常是部长级以上，比如咱派过迄个经建会主委过，吼，咱嘛派过，吼，唔是政府官员，吼，是总统府资政，吼，所以上出名就是高振富先生，吼，高振富先生后来做过海基会嘛，吼，海基会董事长嘛，吼。所以，但是伊迄时阵，你代表 APEC 的时阵，吼，是咱拄啊参加入去时阵，吼，所以当初你谈论一寡合作的议题是有正面的帮助，吼。所以，这我要讲的是讲，其实总统派这特别大赛来看，你参加 APEC 的时阵，无一定是讲爱政府官员才会使参加，吼。像讲阿扁啊总统时阵有林庆仪参加过。嘛有施正荣董事长嘛参加过吼，做过代表，所以伊派什么款的人物去参加，代表讲咱今年吼，你准备你 APEC 内底谈什么议题，这是重要的。是，尤其今年咱头先嘛讲到这个美中贸易战，这情况之下，台湾有利的部分是啥物？所以蔡总统派这张忠谋出去，有特别用意伫倒位？是。张董事长来看的话，咱来看讲伊的学识，吼，伊的英文吼有够好嘛，听讲读写拢会晓，吼，拢足流利的吼。再来讲伊人脉阔，吼，再来讲伊对于国际你发生的这议题，不管你是经济议题，吼，不管你科技发展的议题，不管是社会发生的议题，伊拢有掌握，所以你才会开国际会议，甲才会国际领导人你谈的时阵，吼，伊有这个学识，伊讲会出来，吼，会使大家来共同来想讲解决方法是啥，吼，想讲 APEC 最近这几年，吼，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讲，要安怎去解决贫穷的问题，吼，啊，甲咱讲有迄个落差伤宽，吼，所以富个人足富个，啊，善食人足善食，啊，咱有啥物方法，吼，大家合作会使甲这个落差会甲缩小，吼，所以咧，这几年你 APEC 内底所提出来，吼，也是咱吼蔡英文总统，吼，请张忠谋会使，吼，张忠谋先生会使你 APEC 来甲咱倡议提出来讲，咱来讨论看卖。第一个是中小企业的问题，吼，中小企业的问题，咱敢要合作来解决，吼，合作来提升，吼。第二个是妇女参与，吼，参与经济的问题，吼，因为妇女在一般来讲的哈，咱这个经济吼社会内底是较弱势的，吼，不管你教育哈，啊，不管你是你伊的劳动条件方面，吼，拢较弱势，吼。毋是咱讲台湾安尼，其实足侪亚太经济体来讲的话，伊是发展中国家，是。所以这回啦吼，因咱头先讲美中这个贸易战啦吼，亚太经合会内底可能这个美国甲这个中国这个，因为这个贸易战有签这个协定啦吼，啊对台湾可能嘛是有占较有利的这个部分啦吼。最后咱要搁来请教这个立委者啦吼，其实咱这回咱嘛知影，咱派这个张忠谋出去，有伊所代表这个意涵的啦吼。
周东模先生吼，伊经营台积电，大家拢知影，做甲真成功。以前伫美国咧任职，所以对伫即个经济行为顶悬，伊是真熟手啦。是。而且已经代表咱台湾去过6届啊。所以我感觉讲，佮选择伊去吼，是增加即个真熟悉。是。应该会当把任务做甲真好啦。而即个美中贸易战争上重要的原因，基本原因就是中国歪照世界民主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去参加国际经济。伊保护主义，保护家己，要偷摕人的智慧财产权，遮的物件，用伊的市场大，世界要去压迫别人。所以因为安尼，美国挡袂牢，即摆要甲伊正面的咧冲突对抗嘛。当然，伊的方法是用提高关税，等迄有可能引起一寡全世界经济顶悬的不利。但是伫咱台湾这个所在，因为中国将来伊的关税变较悬，而且伊的劳动成本等等拢提高以后，真侪台商怎因为安尼关系会回流。所以咱即摆是讲参加 APEC 的时候，咱作为台湾，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一份子，伫亚太，咱嘛要去负起这个世界的责任。嘛，互知影讲，咱是要照世界民主国家经济游戏规则，来去参加国际这个组织。所以我感觉讲，咱就是爱传达这个消息，讲台湾要做世界好公民，请恁大家吼，互阮台湾有参与的。